今日係新嘅一日，無論你做咗乜嘢，主會寬恕你。神想先改變你嘅心，才改變你嘅處境。我相信神會賜下平安，透過你帶俾呢個傷痛嘅世界。各位朋友早晨，歡迎收睇權能時間，同埋多謝你對我哋嘅支持。權能時間2025香港特輯發亮香港，我哋嘅嘉賓有香港權能時間董事會主席容永祺太平紳士，香港權能時間公司秘書翟浩全牧師，國際五旬節聖潔會香港總監督郭志榮牧師，迦密中學校長何玉芬博士，愛群道浸信會主任牧師關振威牧師，寶城保險資深區域總監余漢傑博士，金融業福音團契執委會主席許文森先生，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羅康錦教授太平紳士，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馬俊偉先生，權能時間2025香港特輯發亮香港。今日嘅分享嘉賓係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馬俊偉先生。稍後喺節目嘅裏邊，馬俊偉先生會分享佢嘅見證。喺聖經彼得前書4章10節，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各種恩賜的好管家。今日施偉柏牧師嘅信息係豐盛的循環。神想我哋擁有美好嘅人生，神想我哋有成就，以致我哋能夠為佢喺世上邊作出影響。神唔在乎係乜嘢，點樣得到先至係最重要。所以施偉柏牧師教導我哋，如果我哋要作為大，如果我哋要作首位，我哋就應要作眾人嘅僕人。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各種恩賜的好管家。當我哋順服神嘅命令，去服侍同埋彼此相愛，愛我哋嘅鄰舍，關顧年輕嘅一代，貧窮人同埋有需要嘅人。當我哋開始施予，我哋嘅人生反而變得豐盛，我哋不致缺乏，因為神會供應我哋一切所需。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各種恩賜的好管家。我哋嘅節目係雙語廣播，如果你嘅電視機係有麗音設備，你就可以選擇收睇權能時間，以英文原聲或者係廣東話配音。呢個耶和華所定嘅日子，我哋在其中要高興歡喜。早晨，你好啊，朋友，非常感謝你嚟到我哋嘅當中。主嘅靈喺邊度，邊度就有自由。今朝早讓我哋喺敬拜嘅時候享受呢一啲自由。你係蒙愛嘅。阿門，我哋以禱告開始啊！
天父非常感謝你呼召我哋嚟到你嘅家，感謝你當我哋今日相聚喺呢一度，我哋就係活石，成為聖殿。你嘅聖靈喺呢度與我哋同在，你嘅靈喺邊度？正如海納所講，邊度就有自由。所以神，我哋得着自由，我哋得着打破枷鎖，我哋得着平安，我哋得着嶄新嘅人生異象，我哋得着生命。感謝我哋嘅天父，慈愛嘅天父，你渴想賜俾我哋呢啲嘢，所以我哋領受。感謝你，奉耶穌聖名祈求，所有神嘅子民講阿門。阿門。請擰轉身同身邊人講：神愛你，我亦都愛你。請同我一齊打開聖經馬可福音9章33到37節，等我哋嘅信心得到餵養。藉住馬可福音9章33到37節，他們來到迦百農，耶穌在屋裏問門徒說：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麼？門徒不作聲，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最大。耶穌坐下，叫12個使徒來說：若有人願意為首，他要作眾人之後，作眾人的用人。於是耶穌領一個小孩過來，讓他站在門徒當中，又抱起他來，對他們說：凡為我的名接納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納我；凡接納我的，不是接納我，而是接納那差我來的。呢啲係上主嘅話語，感謝神。各位權能世界觀眾早晨，又嚟到我哋權能時間特輯嘅時間。今日係我哋25週年嘅特輯，而咧今日非常開心，邀請到我嘅好朋友咧接受訪問，佢就係新城廣播嘅 CEO 馬俊偉先生。Steven，張明興你好，你好，非常開心你嚟到我哋呢度嘅接受我哋訪問。多謝你。其實過去呢2年，大部分訪問我都係推卻嘅。OK，咁但係神嘅訪問我哋唔可以推卻嘅。啱咩？咁你同我哋權能嘅觀眾講幾句説話。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啊！希望今日同阿 Samuel 兄嘅分享可以俾到一啲嘅養分啦，或者俾到一啲嘅心裏邊嘅一啲點滴，可以係溫暖，可以係一份嘅啟發都得嘅。阿明 Steven 嗱，咁你喺呢一個嘅係
演藝界咧就好資深好多年啦。咁我諗香港嘅觀眾或者甚至乎係內地亞洲觀眾都冇乜人唔識你嘅。但係呢個問題就係你係基督徒咧，咁我諗有好多人識，亦都好多人唔知。可唔可以講俾我聽，你係點樣信主嘅經歷嘅咧？嗱，其實我喺2006年決志嘅。咁當時我好感恩啦，有一位我哋係演藝界嘅前輩阿陳佩華，阿佩華姐，其實阿佩華姐帶我返教會。咁當然再早之前咧，其實我喺2000年嘅時候咧，其實咧 Ada 蔡少芬，佢都已經帶過我返藝人之家嘅。咁但係嗰陣時我真係未有感動。去到因為喺1999年咧，我媽媽就過咗身。咁我媽媽過身對我嘅打擊就好大。咁我亦都係被叫做診斷咗，我係有抑鬱啦，有抑鬱症，亦都有一個叫做 panic attack。咁嗰段時間，身邊好多朋友咧，好想救我。咁啊 even Ada 佢哋都返教會啦你，咁但係我咁你知㗎，神每一樣嘢係有佢準備好嘅時間，你係未有嗰個感動就未有嗰個感動。咁啊，去到2006年嘅時候，阿佩華姐帶我去九龍城浸信會，就去聽梁藝玲。Fiona 佢嘅一個分享見證就係佢之前因為去拍特輯咧，咪撞咗車。我聽完之後，哇！即係覺得哇好犀利喎。咁當時我都未夠膽決志嘅，因為佢嘅分享完畢之後咧，咁牧師咧又出嚟做呼召啦。咁我都仲係好怕醜，我冇舉手。咁但係咧阿佩華姐喺我隔離就唔緊要，慢慢嚟。咁跟住同年啦。又再去聽一個佈道會，咁嗰一刻咧就人多啲啊，咁跟住牧師呼召，咁我心諗決咗志先啦。我當時嘅心態就係咁。咁你好單純嘅啫喎，冇其他嘅感動啊，冇其他經歷啊，係嘛？定係好感動咁樣就去決志啊？我絕對可以講，我當時真係好平靜地，咁其實決咗志先又冇乜問題嘅，咁睇下到時到底會係點？咁我係冇接觸過基督教，我認知唔多。雖然我屋企有基督徒，咁但係當時就我見到身邊嗰啲朋友啊、牧者啊係好開心嘅。當你肯去決志，咁可以好簡單一個歷程你就明啦，Samuel兄。我06年決志，我16年先受浸。OK， 整10年。啱。嗰個路程好遠㗎，好似好遠咁，但係其實咧，我而家回想咧，就我好感謝，即係神係慢慢去即係重新去陶造翻我，亦都幫我喺即係失去咗親人之後嗰個嘅傷痛裏邊，係慢慢一步一步走翻出嚟，亦都慢慢將我嘅傷口撫平。咁而去到16年我受浸之後咧，16到而家不足10年啦，但係呢9年我嘅轉變真係好大，係非常之大。可唔可以講下頭先你講嘅點樣撫平你嘅傷口啊？係好溫柔地一啲一啲，慢慢。我好多時候我都同我啲朋友傾偈，我話我唔知點解我決咗志之後，我嘅轉變係一步一步。我見到有啲弟兄姊妹好快㗎。即係決咗志之後咧，哇！馬上好似變咗第二個人。我唔係，我真係好似我人生前階段咁樣，我哋都好似行樓梯咁樣，一級一級，一步一步。但係原來呢一個嘅轉變對我嚟講係更加適合。即係更加細水長流，更加係，因為我傷痛真係好大。即係坦白講，當時我真係。即係如果有睇過以前啲訪問咧，我自殺都試過㗎啦，不過係冇跳到落去咁解嘅。咁但係即係好感恩，即係神去撫平我嗰個無論情緒啊、心情啊、精神上面嘅傷口咧，係用咗好長嘅時間。咁所以去到16年我受浸之後，我真係喺嗰刻之後我就完全，我身邊啲朋友話：喂，你真係變咗第二個人。即係話你受浸之後就成個改變晒，嗰種冇乜包袱啊，嗰種冇乜嘢我會擔心嘅，即係其實 even 我到今日都係。咁而最明顯嘅就係喺2022年咧，到
我爸爸又突然間有 cancer，喺好短時間佢就離開。相比喺1999年我未有信仰嘅時候，我媽媽嘅離開，我覺得嗰種難受，嗰種嘅不知所措，到去到22年，我爸爸喺我生日前一日走，但係最後我攬住佢嘅，佢喺我懷中即係呼埋最後一口氣。我當然有好多唔捨得，但係我反而感覺有種盼望。我同佢講話，因為佢臨走之前佢決咗係啊受浸埋添㗎。咁我心諗我哋天家見，啱啊！我哋天家見，我有不捨，但係我冇嗰種痛。係啊，所以基督徒係咁啊，即係基督徒嘅信仰就係因為我哋知道將來我哋仲喺天上見面。所以當一個人離世嘅時間，你唔係嗰種生離死別嘅痛苦，當然係唔會捨得啦，但係你會有一種盼望。冇錯，盼望就係一日我哋天上邊會再見。而且你知道佢生命係天父嘅懷裏邊。Amen，絕對係呢一個嘅我哋呢一個嘅信念咧。係，我真係好多謝神咧，用咁長時間去堅固我嘅信仰。因為我自己身邊有冇朋友係話，OK，佢決咗志咁，但係原來可能幾年之後佢又話冇啦，冇信啦，甚至乎可能去咗第二啲嘅信仰裏邊。咁但係如果識我嘅牧師都知嘅，佢哋都話即係佢哋都戥我開心啦。佢話我好有福氣一樣嘅就，我個信仰係好堅實嘅，即係基本上唔需要擔心我嘅，冇嘢可以動搖到我嘅信仰。even 到今日，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嘅轉變，回想翻之前嘅經歷，咁呢個咪就係神俾我嘅鋪墊。佢鋪墊到我今日去無論面對由當時面對母親嘅離開，到爸爸嘅離開，到我今日點樣去面對生命。到我今日點樣睇自己嘅存在，即使即係大家唔好誤會，我呢句唔係戲言嚟嘅，我呢句係真心嘅説話嚟。我成日話我今日死都得㗎。我啲朋友知㗎。我話唔好為我難過。如果我即係我中意打羽毛球，但我心臟有少毛病嘅。即係我成日話，如果我打羽毛球，砰一聲死咗，你哋唔好為我難過。呢個係神好錫我。主有佢嘅美意，有嘅時間，我哋冇人知。係啊，真係冇人知。咁我成日都話，我每日咧，我真係每日我都當係自己嘅可能係最後一日。我又唔係好介意呢樣嘢，因為我唔係好驚死亡。咁你信咗主咁多年咧，喺你人生裏邊，除咗頭先你講呢啲內容，仲有冇啲咩特別嘅經歷啊、見證啊，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？有好多朋友咧，特別係近呢6-7年啊，好多人問我，佢成日話。喂，點解你可以同時間做咁多嘢嘅？點解你啲時間管理咁好嘅？點解你會可以不停去？即係我而家都仲返緊學㗎嘛，係咪？點解你可以做嘢讀書，但係你朝頭早咁早起身？我好想同我哋講一個最簡單嘅原因係咩？因為我唔需要花時間去擔心。喺我而家無論工作上面，我嘅學歷、我嘅家庭、我嘅生活，我冇嘢擔心嘅。冇嘢擔心嘅意思係話，我唔會花時間去擔心。你交託晒啦嘛，咪就係咯。有咩好擔心？咁當然有陣時我都會即係譬如話禮拜日放假打波，我都會同神傾下偈嘅。即係我都會講下最近有啲嘢好得意喎咁樣。咁但係我又唔係有嘢要求嘅。即係咁咯。咁結果係點又係唔重要嘅，因為結果神幫你準備好。因為你唔擔心，你心裏有平安啊嘛。係啊。你有同實現你嘅平安啊嘛。係。你盡你嘅能力去將佢做到最好就夠㗎啦。啱。結果得咁就係好事，唔得都係好事。因為一定係有原因唔得嘅。你一定要相信呢樣嘢。當你好堅定地相信呢樣嘢，咁其實你會發覺自己多咗好多時間，同埋呢度咧你多咗好多空間。咁我就可以愛嚟真正去處理或者去做我每一日。原來我有更多嘅 capacity 可以去執行神想我去做嘅嘢，唔使擔心嘅。你做足自己，你唔好辜負神俾你賜俾你嘅恩典。你將佢好好珍惜，做好你嘅本分就夠啦。如果未信未決志嘅朋友，我就好希望佢哋去唔好驚決志咯。喂，我哋講翻一樣嘢咧，就係你作為一個嘅演藝界嘅資深人士啦，好多人唔理解咧，以為呢個演藝界會比較複雜嘅。你嘅信仰喺演藝界嗰度，究竟有冇 conflict 嘅咧？嗱，我真係唔覺得
信仰同演藝界係有 conflict 嘅。演藝界係咪特別複雜咧？演藝界佢唔應該被定性為特別複雜嘅。我同意。只不過因為演藝界嘅人咧，佢哋可能叫做有個知名度啊，所以佢哋一舉一動啊，或者佢哋嘅行為受到關注，都會被稍為報導，或者係被放大。咁其實演藝界你只不過係唔同行業嘅，其實都係一樣㗎。你一間商業機構都會發生同樣嘅問題，人事又好，鬥爭又好，甚至乎係一啲係唔正當、唔公平，甚至乎係黑暗嘅嘢都會發生嘅。咁但係我覺得最後咧又係嗰樣啦，人以群分嘅，即係你同類型嘅人唔係走埋一齊啦。好似而家咁。其實上次張梅兄你同我食飯，你都見我每件西裝我都拮住個十字架嘅。我係好自豪，我係基督徒。即係當然我梗係有好多地方做得唔好嘅，但係唔緊要啊。咁神會提醒我㗎啦，聖靈會警示我做錯咗，我咪去做好啲咯。我覺得呢個同係咪娛樂圈咧、演藝圈咧，我又真係覺得冇乜關係。最緊要係你點樣活出你嘅見證，喺個社會上各行都一樣嘅。係咪有你美好見證嘅話，就算幾複雜嘅行業都能夠喺裏邊咧，神俾你有亮光照亮嘅地方。神安排咗我哋喺地上唔同嘅崗位咧，其實我哋都係繼續去為神作緊工啊嘛。我哋繼續去2次定3次咁去不停去繼續去做創造，跟住去將神嘅福音喺唔同嘅層面伸延開去，用唔同嘅身份、唔同嘅形象去活出嚟，因為係活出嚟好過講出嚟啊嘛。咁所以我自己就希望努力能夠即係活出福音，就多啲咯。我哋今年嘅題目咧叫做係發亮香港啦，係嘛？係。咁啊媒體咧就係好有影響力嘅。咁你又係喺呢個可以講係一個傳媒嘅機構、媒體有關嘅機構裏邊嚟到去工作。點樣可以透過你嘅工作或者透過你嘅影響嚟到將福音更加多嘅講團，將發亮香港？即係我好記得咧，我喺舊年1月正式上任嘅時候咧，喺頭1個月我就開咗一個全新嘅節目啦，叫詩歌有街。咁詩歌即係我哋嘅聖詩啦，我哋詩歌有街，街就係一個指引嗰個街。咁係每個禮，而家都有嘅。咁我覺得喺我自己嘅能力範圍之內咧，就係我哋去拿捏好一個適當嘅比重。我自己感恩地喺我娘家俾咗幾廿年我嘅喺演藝界嘅一個知名度。其實如果大家睇到我啲社交媒體咧，我定期就鋪經文。Amen。我覺得我哋每個人唔好放大自己啦，首先，但係亦都唔需要睇小自己。但係最緊要係你做咗自己，你盡能力將自己嘅本分做咗咧，我覺得就會有影響㗎啦。盡忠啊嘛。係啊，即係唔好睇小自己嗰一步咧，我覺得已經好足夠。你上咗咁多年啦，最影響你嘅聖經係邊幾節咧？或者你最喜歡嘅聖經，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？其實好多嘅，我會講傳道書，因為我喺前年開始讀神學嘅時候，我第一份功課咧就係做呢樣嘢。傳道書就係要我哋揀一段或者揀一章，同佢做一個分析嘅。我哋要查經咁樣，因為我哋好堅信咧，所有嘅答案都喺聖經裏邊。並唔係我哋人可以創造一個答案出嚟。咁我覺得傳道書咧，我哋成日以前聽過㗎啦，就算未信教之前都有聽過㗎嘛，生有時死有時。跟住虛空，話點咁虛空嘅咁所羅門王咁，天下萬物都有。係咁我覺得我去叫做去研究完傳道書，我覺得我好感動嘅嘢就係話，原來正一篇傳道書咧，話俾我哋聽，所有嘢咧，即係凡事都有定期㗎嘛。咁神幫我哋準備好晒。咁但係原來我哋決咗志之後咧，正如所羅門王所講，你到底最後有冇得着神？有冇經歷？有冇經歷神？呢個係最重要。其實你嘅經歷好特別嘅，即係我係好同意咧，係經歷神咧，你嘅信心同埋你嘅基礎會更加強嘅。但係頭先你一講咧，就係你決志咗話，我唔理咁多，我決志先。咁但係呢個咧，如果用決志嗰度又啱喎，憑信就決志啦嘛，係啊，就啱嘅喎。因着信啊嘛，因着信啊嘛，咁領受恩典咯，係啊，係嘛？咁跟住咧，10年之後你先受浸，咁可能呢段時間你有好多嘅經歷啦，咁啊令到你更加堅定你嘅信仰，就要受浸啦。係啊。但係我好想我其實好想話俾大家聽係咩咧？就話當我哋有陣時去唔同嘅佈道會，你睇到牧師咧，好親切地出嚟呼召，但係你依然睇到好多未認識神嘅弟兄姊妹咧，佢哋可能會無論害羞，佢哋怕醜，
定係哎呀唔敢啊，唔知點。其實我正正好想話俾你聽，你決咗志先啦。係啊但係如果你連門你都唔開，你其實一路將佢拒諸門外，咁神依然係愛你嘅，但係佢如何去改造你咧？咁呢個我覺得我自己正正喺當時就冇做錯呢個決定咯。話你係咪願意將你門打開咧？係啊聖經尋找咗尋見啊，黑門繼續為你開門。係，所以我亦都好中意一首詩歌叫《因着信》咯。唱嚟聽下。憑信他離別唔易，因信全然奉上愛子。即係其實佢講我哋幾個先知嘅經歷，真係好聽到咧呢個歌，同埋因為盧永亨博士個歌詞，你睇下佢好簡短，佢已經能夠將我哋幾個先知嘅經歷講出嚟。其實掉落去獅子坑，喂，佢冇事啊。係啊，啱啊。其實佢因着信，係火窯又冇事。係啦，佢因着信。原來佢可以我喺出邊呼叫嘅時候，城牆都可以冧落嚟嘅。咁你會覺得其實呢一首歌咧，正正咧就係將信仰呈現得好簡單。其實信好簡單嘅，就係因着信咯。點解啊？因為信咯。所以聖經話信係所望之事嘅實底，係未見之事嘅確據。係啊 ，Believing is seeing。係信咗就會見到。冇錯。所以行第一步。冇錯。先係最重要。喂，你頭先講嗰首歌咁好聽咧，不如你俾我哋權力時間觀眾播嚟聽下得唔得啊？但係呢首歌因着信呢首歌真係好好聽，真係好好聽。我哋行嘅路係信心之路。係啊，所以一定要憑信心去領受神同埋經歷神嘅恩典。冇錯。好啦，Stephen啊，最後咧，我想聽你講下，這邊一節嘅經節係你嘅金句，用嗰節嘅金句嚟到去作為今次我哋嘅分享嘅總結。即係其實傳道書裏邊咧，雖然你話生有時死有時，好似會唔會有啲灰啊，或者傳道書俾人感覺哇好虛空、好虛無啊，殺戮有時啊，即係點啊？咁真係點啊？其實我完全反而體驗到一樣嘢就係、其實如果我哋身為一個基督徒咧，我哋真係要同自己講，你每一日遇到嘅嘢啦，其實神為你準備好。我信㗎，所有嘢就算唔好嘅，表面看落去唔好嘅，其實都係神為我準備好。化妝嘅祝福係化妝嘅祝福，其實佢最後咧都係好嘅，可能只不過個時間你未見到佢好嘅一面。所以我哋嗰個信念咧要真係好堅實。係，我只係祈求咧，即係神你帶我行啱嘅路，你令我變成你想要嗰個。但係咧，又要一樣嘢就係話要信服神，或者要最初嘅祈禱就係求你將呢個苦杯攞走，但係而唔係按我嘅意思，係要按你嘅意思。去到最後都係要信服神。係啊，咁即當然佢點安排，咁你要信服嘅時候，咁我就自己再簡單啲咯。我就係你想我點，你就安排我點。基督徒就有個條件可以祈禱，向神呼求。係我哋要咩咧？就係信服神，最後俾我哋最大嘅祝福。係啦，冇錯冇錯。好啊，多謝大 Stephen，多謝你嚟到我哋權能時間咧，讓我哋有更多嘅唔同、更闊嘅經歷，更多嘅體驗啊！多謝晒，希望你下有新嘅經驗咧，又同我哋分享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好嘛，多謝晒，感謝主，感謝主，拜拜，拜拜。信他離別唔易，因信全然奉上愛子，憑信還有人全力找住天線，贏到祝福，換了名字。憑信他行近紅海，因信連潮浪也分開。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，仍敬拜上帝，發誓
間只是基本，朝更美家鄉找回去。以下嘅問題，教會唔係經常問你嘅。邊個想成為大嘅？好有趣啊！呢度有邊個想成為大㗎？如果你舉手咧，就好似係想回答我想嘅，類似係咁啦。仲有更好嘅問題，邊個想成為最大咧？仲有另一個問題，邊個想成為第一？喺首位、生意上第一，學校裏邊第一，團隊裏邊第一。好啦，另一條問題，邊個想成為最高咧？有冇人啊？而家你可能好驚訝咁聽到聖經冇反對我哋天生可想成為最大嘅，成為第一，成為最高，成為勝利者，成為冠軍，甚至成為最大。今日我會討論呢一點。以下係教會所反對嘅。教會反對驕傲，就喺墮落前，啱唔啱？教會反對自我，反對自私，反對好多呢啲嘢，反對虛榮。但係有邊個能夠抗拒呢？成為班上面最優秀嘅飄飄然感覺。神想你得勝，神想你有目標，神想你成為第一，神想你提升自己，神想你去離開困局，神想你成為你能夠成為嘅，神想你去達成你能夠達成嘅，神想你去接觸你能夠接觸嘅人，神想你能夠成功去衝線。神唔係反對你想要嘅嘢，而係用嘅方法，用嘅方法係與世界不同嘅。
關鍵就喺呢度。各位會眾，我講嘅關鍵就係方法。以下就係方法。如果你想拯救自己嘅生命，你要點樣做啊？我知道呢度有幾位學生，如果你問耶穌，我想拯救自己嘅生命，佢會叫你點做？寫明。如果你想得自由，佢點樣講啊？你要成為僕人，係咪好卑劣啊？如果你想成為大，你要做乜嘢呢？作眾人的用人。注意，佢從來冇講過學想為大係唔好嘅，佢冇咁樣講嘅。佢係話我有成為最大嘅秘訣就係作眾人的用人。佢唔係話唔好試圖為首，唔好試圖為首。你夠膽量咁樣嗎？佢講乜嘢？如果你想為首，你要做乜嘢？係咪好似奧秘？你要成為最後？好啦，等我解釋下。首先，我哋討論方法之前呢，我哋要建立想要嘅嘢。想要嘅嘢係個應許，直言不諱。如果你係神嘅兒女，如果你係與神立約嘅兒女，神係想你得勝嘅。嗰個應許就係生命，嗰個應許就係自由，嗰個應許就係完全醫治、釋放同埋自由等等。嗰個應許就係成為大，嗰個應許就係為首。最後一句，如果有人願意為首，佢要作眾人之後，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唔合理嘅。但係等我舉個具體例子俾你，係實用嘅智慧。我俾你哋一個親身經歷嘅例子。世上最偉大嘅人係去服侍嘅人，最終為首嘅人就係選末位嘅人。我哋分享多啲啊！呢個係豐盛嘅生命。馬可福音9章33節，他們來到迦百農，嗰度係佢哋嘅故鄉。耶穌在屋裏問門徒說：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麼？要記住，耶穌嘅門徒都係年輕人，佢哋可能係15至到25歲到啦，類似嘅歲數，高中或者大學嘅年紀，啱唔啱？充滿生命力。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麼？門徒不作聲，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最大。耶穌坐下，叫12個使徒來說：你想成為最大？你想為首？若有人願意為首，大家請講，冇問題。若有人願意為首，他要作眾人之後，作眾人的用人。明唔明啊？最好嘅生命係來自施予，最好嘅生命係來自服侍，最好嘅生命係來自幫助人，最好嘅生命係來自個人發展。明唔明啊？所以耶穌話：若有人願意為首，他要作眾人之後。如果你想成為最大，作眾人的用人。所以除咗會得到無比同埋倍增嘅快樂，當我哋服侍，當我哋施予，當我哋幫助，當你做得越多，你嘅命定會開始隨你所願。當你越多做好事，呢個宇宙握喺神手中，但係有啲混亂，開始隨你所願而運行，因為你幫助唔能夠回報你嘅人。首先，我哋繼續要解釋服侍同埋施予嘅意思，確定服侍唔係乜嘢，服侍唔係長頭髮。好多內向嘅人感到自己係需要嘅，為咗服侍自己要被佔便宜，或者唔可以講唔好。好多人有呢啲感受，好似害羞嘅長頭髮，唔係咁樣。服侍並唔係你唔可以作決定，服侍並唔係你要做任勞任怨嘅人，服侍並唔係你唔可以講唔好，服侍並唔係你冇界線。明唔明啊？事實上呢，我哋稱呢啲為軟弱。事實上，好多時願意擔當同埋領導係服侍。所以服侍唔係指軟弱，服侍唔係指你唔面對爭戰，服侍唔係指你唔為善同對嘅事挺身而出。服侍就係服侍，意思就係去增值，意思係你去填補需要，跟唔跟得上啊？係咁樣嘅，人人都有愛嘅銀行，人人都有愛嘅銀行，裏邊有銀行戶口，銀行戶口有
分類帳，無意識咁為每一個佢哋認識嘅人而開立嘅，有支出同埋存入，有兩類，就好似資產負債表喺情感上為每一個人而設立。以下係目標，如果你想成為最大，以下係目標，喺別人愛嘅銀行當中瘋狂咁樣存款，盡你嘅能力去存款，盡你嘅能力去施予，盡你嘅能力去做，只係需要去存款，讓圍繞你嘅人都見到你服侍同埋施予，你嘅人生會係點樣呢？當呢啲人圍繞住你，你嘅財務健康同埋喜樂狀況會點樣呢？吓，你嘅食物供應會點樣呢？會改善。我努力向你哋解釋嘅就係智慧。耶穌教導我哋，慈愛會令你豐盛，係真嘅吓。你不經意同埋不斷去存款，只去服侍人，特別係唔能夠反過嚟幫助你嘅人，咁樣宇宙會開始向你施恩惠，因為宇宙係公正同埋有秩序嘅。聖經咁樣講，憐憫貧寒人的，就是借給耶和華。哇，真係㗎！大家請講經文講嘅。聖經講我哋知要愛鄰舍，神愛世人。約翰福音3章16節，神愛世人。但係呢個係我哋能夠做嘅，我能夠愛我嘅鄰舍。如果人人都愛佢哋嘅鄰舍，全世界就會得到愛，明唔明啊？計劃就係咁樣，鄰舍就係咁樣，喺你身邊嘅人，畫一個圓圈喺你大約15尺嘅範圍裏邊，好似個大呼拉圈咁跟隨你移動，到處走。邊個喺呢15尺闊嘅呼拉圈裏邊，就係你嘅鄰舍。呢個係主嘅命令，愛你嘅鄰舍，愛你身邊嘅人。馬可福音話，當你接納一個小孩，而你愛小孩，你就係愛我。當你接納小孩，當你接納窮人，當你接納你唔能夠看顧嘅人，你就係愛我。仲記唔記得佢喺馬太福音講咩啊？因為我餓了，你們給我吃；渴了，你們給我喝；我流浪在外，你們留我住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給我穿；我病了，你們看顧我；我在監獄裏，你們來看我。人們就話：我們什麼時候做這些事呢？佢話：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呢個係好嘅回報嚟嘅，唔止存留喺天堂，係今生真正嘅回報，給予遵守主嘅命令去愛鄰舍嘅人。凡你們想要的，祈求就給你們成全。寬恕你嘅鄰舍，愛你嘅鄰舍，會有回報㗎。施予者總會有回報嘅。如果你需要更多，係給予更多；如果你需要更多嘅收成，要多啲去播種。施予者只係施予嘅人，佢哋施予，然後忘記再施予，因為佢哋遵守主嘅命令，同埋相信主會回報嘅。詩篇23篇教導我哋嘅生命必不致缺乏，生命必不致缺乏。如果係真嘅話，而我哋都相信，我哋今生就會得到持續增加嘅信心。呢份信心給予我哋豐盛嘅思維，只要我哋不斷施予，我哋嘅信心就會增加。而其餘喺缺乏循環裏邊嘅人，恐懼不斷增加，得到嘅越嚟越少，形成缺乏思維，不斷獲取，活喺恐懼當中，同埋開始扭曲同違反規則，冇慷慨。呢個唔係神預備俾你嘅。阿門。主，我哋感謝你，你嘅旨意係要我哋得勝同埋豐盛。呢個唔係猜測，係你嘅話語，我哋相信。我感謝你，主。今日我哋相信會得勝，我哋相信會成功，我哋相信豐盛嘅成果，我哋可以藉謙卑同埋慈愛嘅心達成。幫助我哋，主，住喺豐盛同埋有信心嘅永恆循環裏面。喺呢個循環裏邊，當外在嘅事不順，我哋依然住喺你嘅話語裏面。我哋依然喺詩篇中前行，喺聖靈中前行，憑信心前行，而非憑眼見。所以藉住聖靈覆庇我嘅教會同我所管轄嘅所有枷鎖，而家被破除。
主，我哋求你敞開天上嘅窗戶，傾福俾呢個教會。主，你會按照你嘅話語增加我哋嘅信心，門正開啟，勝利在前，罪被饒恕。主，我哋再次立志要饒恕生命中遇到嘅每一個人，我哋饒恕政客，我哋饒恕工作中遇到嘅人，我哋饒恕家人，我哋饒恕，我哋饒恕，我哋唔會因為唔饒恕而窒礙你嘅神蹟。我哋感謝你，主，我哋愛你，我哋感謝你，你愛我哋多於我哋所知嘅。我哋奉主耶穌之名祈求，所有神嘅子民講阿門。感謝主。而家願主賜福俾你，保護你；願主使佢嘅臉光照你，賜恩俾你；願主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。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之名，阿門。多謝你收睇權能時間同埋對我哋嘅支持。權能時間2025香港特輯發亮香港，我哋嘅嘉賓有香港權能時間董事會主席容永祺太平紳士，香港權能時間公司秘書翟浩全牧師，國際五旬節聖潔會香港總監督郭志榮牧師，迦密中學校長何玉芬博士，愛群道浸信會主任牧師關振威牧師，寶城保險資深區域總監余漢傑博士，金融業福音團契執委會主席許文森先生，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羅康錦教授太平紳士，
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馬俊偉先生。權能時間2025香港特輯發亮香港。各位權能時間觀眾，大家好，感謝神。不經不覺咧，我哋權能時間2025年嘅特輯已經係播放完畢。感謝主，透過8集嘅2025特輯咧，我哋訪問咗8位唔同嘅弟兄姊妹，佢哋來自不同嘅職場，包括咗係有牧者啦，亦都有大學嘅學者啦，有中學嘅校長，亦都有金融界嘅資深人士，有保險業嘅資深人士，同埋咧演藝界人士等等。透過佢哋唔同嘅分享，雖然內容唔一樣，係好豐富嘅內容，但係咧有一樣係一致嘅，就係我哋嘅神係真實嘅。透過佢哋嘅分享，我哋嘅神帶領住佢哋嘅一生，引導住佢一生，塑造佢哋，讓佢哋能夠咧人生更豐盛、更美滿、更美好，活出基督。但願咧喺呢度，我哋信咗耶穌嘅朋友，亦都能夠一同嘅係講傳福音，我哋同佢學習基督，將朋友帶到主嘅面前。聖經俾我哋嘅教導就係凡主所吩咐我哋嘅，都教導咧係佢哋遵守。神就與我哋同在，直到世界嘅末了。但願講傳福音係成為我哋嘅大使命。而呢一方面咧，未曾信主嘅朋友咧，亦都鼓勵你打開你嘅心門，接受主耶穌做你嘅救主，做你嘅主，讓你都經歷到同我哋分享嘅嗰啲朋友一樣嘅嗰位主耶穌嘅美麗、真實同埋咧係豐盛嘅生命。願喜樂平安隨住你嘅一生，祝福你。喺聖經彼得前書4章10節，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各種恩賜的好管家。今日施偉柏牧師嘅信息係豐盛的循環。神想我哋擁有美好嘅人生，神想我哋有成就，以致我哋能夠為佢喺世上邊作出影響。神唔在乎係乜嘢，點樣得到先至係最重要。所以施偉柏牧師教導我哋，如果我哋要作為大，如果我哋要作首位，我哋就應要作眾人嘅僕人。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各種恩賜的好管家。當我哋順服神嘅命令，去服侍同埋彼此相愛，愛我哋嘅鄰舍，關顧年青嘅一代，貧窮人同埋有需要嘅人。當我哋開始施予，我哋嘅人生反而變得豐盛，我哋不致缺乏，因為神會供應我哋一切所需。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各種恩賜的好管家。權能時間呢個勵志電視節目，每個星期喺無線電視明珠台播放，逢星期六嘅早上10點鐘，同埋星期日嘅早上8點鐘。你亦都可以喺網上同步收看 My TV Super 或者係 www.hourofpower.org.hk。多謝你收睇，神愛你。下星期喺無線電視明珠台再見。請下星期再次收睇施偉柏牧師要帶俾你盼望嘅信息。權能時間，施偉柏牧師好想聽到你嘅分享，請寫信俾我哋。直至下星期，請記住，讓你嘅盼望而唔係傷痛，嚟塑造你嘅未來。